大家好，環境運動委員會踏入35週年嘅重要里程碑。作為本屆主席，能夠同大家見證呢一刻，我深感榮幸。環運會自1990年成立以嚟，一直致力推廣環保意識。近年嚟，我哋透過宣傳教育同多元化活動，將減碳知識帶入社區，鼓勵大家將環保融入生活，一齊為美好環境出力。推動環保教育方面，我哋非常重視年青一代，包括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、學生環保風紀計劃同綠線通學校環境教育支援服務，持續將減碳信息帶俾學生。由前灣仔郵政局翻新而成嘅識碳館，提供有趣嘅碳中和體驗同工作坊，開放以嚟深受歡迎，成為親子學習減碳嘅好地方。帶動全民參與，我哋亦不遺餘力。好似上年嘅大型全民減碳大行動，我哋聯同近150間企業、機構同學校，鼓勵市民扭轉習慣，一齊減碳，實踐低碳生活。同環保署聯手推行源頭減廢計劃，包括廢物源頭分類推廣計劃同私人屋苑智能廚餘回收桶試驗計劃，鼓勵回收為香港減碳。仲有唔同嘅環保宣傳教育活動，包括全國生態日、環保博覽、美麗中國、美麗香港影片系列等。推動商界團體實踐環保，我哋仲有重量級嘅獎項。自2008年起，每年舉辦被譽為環保界奧斯卡嘅香港環境卓越大獎，藉以表揚企業、學校等團體將環保融入日常運作，推動可持續文化，齊心爭取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。經歷整整35年，環運會初心不變，我哋會繼續同各界攜手同行，推行環境運動，鼓勵每一位市民同企業嘅參與，為碳中和、為更美好嘅香港共同出一分力。想了解更多我哋嘅工作同活動，記得關注環運會嘅社交媒體同網站。多謝大家。